Hello，歡迎翻到嚟我哋嘅頻道啊！嗱，接車咧，其實個潮流咧就不斷變化過。嗱，咁一開始咧，其實基本上20寸就係一個主流嘅尺寸嚟㗎。嗱，近呢幾年咧就興起踩一啲細價啲16寸嘅接車喎。咁但係近來咧又有啲人翻嚟揾翻20寸喎。嗱，貪佢咧就穩定一啲㗎。所以咧一啲大熱嘅16寸款式咧，近來咧都推出20寸嘅版本啊！嗱，好似我哋早排介紹過嗰架大康 MU-P9 呢個海豚車架咧，咁短短幾個月之間咧累積幾千人咧收看過嘅喎。嗱，咁近來咧佢就推出20寸嘅版本 MU-P10 㗎。對於一啲中意海豚車架又唔介意20寸重少少嘅朋友嚟講咧，呢一架 P10 咧的確係幾吸引嘅。咁但係究竟佢係純粹由呢一架 P9 換個大啲20寸個轆咁簡單啦，定係其實佢仲有啲乜嘢嘅賣點咧？嗱，今日咧我會為大家詳細去介紹㗎。嗱，想知道詳情嘅朋友唔好錯過，一定要睇到最尾啊！如果你係新朋友，第一次睇我哋嘅頻道嘅話，我叫光頭仔 Jason。呢個頻道會分享唔同嘅產品介紹、玩樂資訊同埋教學示範㗎。唔想錯過嘅話，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着埋個鐘仔，咁一有新片上或者開 live，你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喺開始介紹大康呢一架 P10 之前咧，不如為大家科普一下大轆嘅好處啦。轆嘅轉動咧就好似陀螺一樣啦，越大咧越穩定。原因咧其實就係佢大轆嘅話個重量咧集中喺呢一個輪嘅外圍，同埋咧佢距離中心點咧比較遠，呢個係俗稱所謂嘅慣性啦。而輪組慣性越高咧，代表佢可以對抗外來影響到佢方向力量咧就越大，咁即係意味着行車咧就越穩定啦。嗱，另一個高慣性帶嚟嘅好處咧就係佢維持速度嘅能力咧就高啲。嗱，佢跌速咧就比細轆咧嚟得係溫和噶，咁意味着咧其實就唔需要踩得咁頻繁咧，都係維持到一定嘅速度噶。而另一個大轆嘅好處咧就係因為佢同地面高嘅夾角咧比較細一啲啊，遇到一啲凹凸不平嘅地面嗰陣時咧，其實佢過嘅時候咧就嚟得冇咁蹬啦，咁所以咧踩起上嚟咧感覺咧就係都會舒服啲噶。雖然好難同公路車700cc乘28、29寸嘅轆去比較啦，咁但係其實由呢一個16寸去到呢一個20寸咧，其實佢嗰個圓周咧足大咗25% 啊！你踩去上嚟嗰陣時咧，其實你會感受到個分別㗎。嗱，講翻大康呢一架 MU-P10 啊，嗱，佢同 P9 一樣咧，個車架同埋前叉咧都係用咗呢個鋁合金㗎，形狀就係海豚車架。嗱，大家都用咗平焊嘅燒焊技術，所以你見到咧車架主要部分咧，其實佢都係冇呢個魚鱗紋嘅燒焊位，磨得好平滑、好光鮮啊，好似一體成型咁㗎。而顏色方面咧，相對過往咧比較着重呢一個嘅拼色拉花咧，而家嘅配色潮流咧就興用一啲特別嘅顏色㗎。嗱，好似我眼前呢一架咧，其實就係變色嘅紫色啦。嗱，佢個噴油裏面咧帶啲嘅閃粉啦，唔同角度望落去咧，其實有個唔同嘅效果㗎。而家嘅顏色嘅潮流咧，更加係配合唔同配件嘅配搭喎。嗱，好似呢一架咁樣咧，其實就配合咗呢個銀色嘅曲柄啦、座管啦、輪圈啦，同埋呢一個立柱嘅，帶出咧好強嘅卡式嘅味道啊！佢更加有隻顏色咧係全銀版添啊！嗱，對於一啲不甘平凡嘅車友咧，又多一個選擇啦。而佢仲有其他譬如雅灰啊、灰藍呢啲咁嘅顏色嘅。嗱，咁對於呢幾隻色，你又中意邊隻咧？不妨喺留言話我聽啊！呢架 P10 當然就唔單止車架靚咁簡單啦，其他配置咧一啲都唔馬虎㗎。不如我哋從車頭開始講起啊！嗱，佢有人體工學嘅把手手筒啦，可以調校嘅把手啦，高度都可以調校嘅立柱啦，配合唔同身高手長嘅朋友，我都幾欣賞大康近年嘅車款咧，都會加裝呢個豬臂位㗎，咁啊提升呢一個嘅儲物空間嘅彈性啊。而輪組方面咧，佢就用咗20寸406嘅輪組啦，嗱，見前後叉咧，其實都有預留空間咧，俾大家可以升級呢一個451輪組㗎。而輪胎咧就係1.5寸帶咗呢一個反光條嘅輪胎㗎。而制動系統方面咧，同 P9 一樣咧，已經升級
去呢一個油製碟剎啦。嗱，前後咧都用咗160mm 嘅剎車碟㗎。嗱，今批咧仲有少少驚喜嘅就係佢竟然用咗呢個 Shimano 嘅油製碟剎添㗎。而中間車架部分當然就係唔少得近來已經基本上係大康接職嘅標配嘅馬甲線啦，去提高整個車架嘅剛性。嗱，傳動系統方面咧，你見到佢咧前面咧係一個好靚仔銀色 CNC 加工嘅170mm 嘅曲柄啦，配合呢一個中空嘅 BB 㗎。嗱，大柄咧就係 53T 㗎。嗱，後面嘅轉波咧講得係 P10啊，當然就係提升到去10速啦，用翻佢嘅自家大康嘅波腳，仲要襯翻銀色添喎。嗱，其實咧大康10速嘅波腳咧都係比較少見一啲啊。嗱，唔知佢嚟緊會唔會出埋呢個11同埋12速嘅波腳咧？而飛輪方面咧，就係由呢一個 P9 嘅11去到 28T 咧，提升去到呢一個11去到 32T 㗎。咁但係其實呢個咧最主要就係去配合大咗20寸嘅輪組，但係其實兩者咧計落去個扭力咧，其實差唔多嘅。而其他配置咧，包括就有好舒適嘅座位啦 ，Velgo 兩邊都係可以接嘅腳踏啦。嗱，一個特點咧就係佢跟車嗰個側架咧，原來咧都幾厚實硬淨嘅。又輪到大家好關心嘅磅重環節啦，大康咧就話呢一架 P10 無論喺車架選料或者輪組咧，其實都下咗啲功夫咧去偷輕部車過。嗱，咁不如我就睇下佢究竟咧幾重啊？嗱，佢連埋腳踏反光板咧個重量就係11.9 kg。嗱，深水清嘅朋友記得其實佢細佬 P9 咧，其實16寸咧其實重係11.1 kg 嘅。咁所以咧其實佢由16寸去到呢一個20寸咧，其實佢大概重咗係800 gram。你問我咧，其實呢個重量控制咧都唔錯噶啦，因為一般咧16寸去到20寸咧，相距咧都大概有2 kg 左右噶。今日介紹呢一個大康嘅 MUP10咧，其實同我哋之前介紹過都係20寸海豚車架嘅 Virgo 偉哥咧，其實都有少少類似㗎。嗱，對於中意海豚車架嘅朋友嚟講咧，又多一個選擇啦。而今日咧都帶出咗呢一個16寸同埋20寸之間嗰個取捨啊。究竟你係會衡量呢一個嘅尺寸啦、重量啦、行車嘅穩定性點平衡？你又會點揀呢？不妨喺留言話俾我哋知啊！嗱，如果你對呢個 P10有任何疑問嘅話，歡迎都喺留言話俾我哋知，盡快為大家解答㗎。嗱，唔想錯過我哋精彩嘅產品介紹、玩樂資訊同埋教學示範嘅話，記住 like 同 share 呢條片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咁一有新片上或者開 live，你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下條片見，拜拜。